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將於2025年12月21號通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西面嘅出入口連接油麻地交匯處，駕駛者可經海寶路、西九龍公路及連翔道來往西區、葵涌、大嶼山等各區。至於東面出入口則接駁啟德交匯處同埋九龍灣道路網，駕駛者可以經承啟道、啟祥道及啟福道來往啟德體育園、九龍灣、觀塘及啟德郵輪碼頭等。此外，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將會連接未來嘅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以及將軍澳藍田隧道，以組成6號幹線，進一步增強香港道路網絡嘅連接性同提升各區之間的行駛便捷性。而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開通時暫未收費，並將於2026年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時就會開始實施8蚊嘅收費。節目時間夠，拜拜。